家長導航。大家好，我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束濟良校長。今日咧好開心嚟到呢一個好靚嘅地方，有一間好靚嘅房係 We Out Space。咁嘅咩地方呢？就係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盧光輝紀念學校。咁喺我身邊呢，就係吳思瑩校長。咁我哋陣間咧會分享嘅題目啦，就係喺而家一個咁愛自私嘅世代當中，點樣能夠讓到你嘅孩子可能係幼稚園，可能係小學或者中學，讓到佢學識分享更多嘅一個題目。咁啊，吳校長交俾你啦。好多謝束校長今日咧嘅邀請啦，讓我分享呢個主題。作為家長咧，我認為咧，我哋應該從小咧就培養咧小朋友願意分享嘅習慣。我哋可以日常生活裏面咧提供多啲嘅機會啦，俾我哋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兄弟姊妹啊、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去多啲進行啲嘅分享，例如分享一啲嘅物品，好似食物啦同埋玩具啦。除此之外咧，可以透過一啲角色扮演啊、合作嘅學習啊，同埋一啲團體嘅活動咧，讓佢哋咧透過互動，自然咧去學習分享嘅。咁如果當咧小朋友真係願意分享嘅時候咧，就要捉緊個機會啦，去多啲咧讚賞同埋肯定佢呢啲咧即係願意分享嘅行為，去咧強化佢呢個良好嘅行為啦。咁另外咧，我都咧鼓勵咧家長咧多啲同小朋友閱讀嘅喎，譬如好似睇呢啲咧正向嘅主題嘅故事書啦，透過一啲故事嘅情節咧，可以引導咧你哋嘅小朋友多啲去思考分享嘅意義。而最後尾咧，最重要，我覺得咧，家長應該要以身作則，因為小朋友咧會模仿你哋嘅行為嘅喎，所以咧我哋要咧示範分享呢個行為，可能係分享物品，除咗分享物品之外啦，其實分享你哋嘅時間啦，分享你哋嘅關愛啦，呢啲咧都係好重要嘅。咁不過咧都要提示家長喎，因為咧每個小朋友嘅性格啦，佢哋學習嘅進度啊，同埋咧成長嘅經歷咧都有唔同嘅，所以咧千祈唔好強迫你哋嘅小朋友咧去進行分享喎，因為咧會令到佢哋咧產生不安啦或者反感嘅。咁咧我哋要俾咧足夠嘅時間，令佢哋咧慢慢學習啦，同埋接受咧分享呢個嘅概念嘅。的確係。因為咧好多時候咧，往往細路仔佢唔敢分享啦，好多時佢都有啲擔心嘅。背後擔心咧就係究竟佢咁樣分享嘅時候，會唔會有啲乜嘢係輸咗啦？會有啲係冇咗啦？咁其中會驚輸嘅時間咧，就驚俾人笑或者俾人批評，所以咧佢就唔敢去咁做。又或者可能係有咩冇咗嘅時間都喺物質方面嚇。咁啊，所以咧往往當若果孩子喺一路成長嘅時間啦，當若果家長可以能夠以身作則，能夠係多啲同佢一齊去到係分享嘅説話、分享故事嚇，咁啊讓到咧佢就更加懂得可以係向你分享，而更加咧懂得咧向人哋分享。咁因為事實上分享故事、説話、對話呢啲咧，其實冇乜成本嘅，對佢嚟講咧係會容易做啲嘅。咁跟住咧，其實去到中學嘅時間，咁我哋更加其實好容易面對啦，喺當中成長嘅學生，佢哋更加會怕輸嘅喺嚟嘅一代。咁啊，所以咧就更加令到佢咧好驚俾人笑。咁所以其實我哋更加要就係讓到佢係獲得肯定咯嚇。當若果喺不論佢可能喺分享嘅故事當中，或者係分享佢自己嘅一啲嘅物質當中嘅時間，我哋往往係能夠俾多啲個肯定。讓俾佢知你講得好喎，你剛才做得好喎，你剛才咧呢啲小點子唔錯，因為總有一啲嘢咧係可以俾佢發覺佢做咗係為人哋做嘅係好事嘅時間啦，咁佢就發覺唔怕做多些少。咁而頭先啱啱吳校長提過啦，咁其實喺好多嘅生活事例當中咧，其實我都要把握機會，譬如話偶然地啱啱喺我哋上個星期啦，香港其實面對一個好大嘅大埔嘅火災。咁當其時其實喺大埔嘅社區有好多人都會即刻走出嚟，去到係幫翻個社區。有啲係付出時間，有啲付出佢嘅專業，有啲係付出佢嘅物件，去到幫個社區。呢啲咧其實都好值得去到俾翻你嘅小朋友知其實嗰個故事原來香港真係或者身邊嘅人係願意去做，而呢啲係值得欣賞嘅。所以其實往往分享同埋欣賞啦，若果係作為一個對等嘅時間，讓到孩子發覺原來
可以俾人欣賞嘅地方就係分享，可以分享嘅地方就係俾人欣賞啦。咁成件事情就等於好似我哋聖經嗰句説話，施比受更為有福。但係呢個係經歷嘅，個經歷咧，除咗係聽可能父母去到分享講過個嘅教導之外咧，更加就一齊做更好嚇。因為好多時候，當若果細路仔能夠由細到大啦，可以係即係跟住爹哋媽咪一齊去到喺社區裏邊做好多唔同嘅義工啊，不論係對長者做服務啦，又或者可能係去翻學校裏邊啊做一啲嘅義工服務。咁所以咧，剛才啱啱聽到吳校長分享啦，就係話其實當若果家長能夠以身作則，真係能夠同孩子一齊由小開始咧，能夠做多啲出去做義工嘅活動，咁呢一個咧正正係俾佢去體驗。因為當若果佢由少少嘅時候學識去到分享嘅時候咧，咁呢一份義工活動咧，其實能夠幫助到佢再大啲去到中學嘅時間參與學校嘅義工活動，甚至帶領義工活動。咁呢一份成長啦，係能夠俾到佢學識，真係剛才提到點樣施比受更為有福嘅呢一個動作，即係佢喺當中所付出嘅，其實唔及得佢真係幫到人而獲得嘅嗰份嘅滿足感，可以係同埋人哋所得到嘅嗰份嘅安慰咧，係更好啊嚇！咁所以咧喺個過程當中，若果能夠家長喺呢一個同步嘅時間，可以係同佢一齊做，咁呢一份嘅成長嘅建立啦，係佢書本學唔到嘅，係啊。咁而嗰份嘅學習態度啦，更加喺佢成長當中能夠獲得嘅嗰份肯定，嗰份肯定唔單止話係家長讚賞佢，而因為當佢日後出嚟去到喺中學嘅時候，佢能夠做更加多活動，亦都一定會俾人讚賞嘅。而呢份讚賞咧，其實俾翻個小孩子嘅肯定啦，係往往喺佢書本咧更加值得多。咁所以咧，希望各位家長當喺聽完呢條片之後啦，咁希望咧能夠可以係早啲開始或者已經開始緊嘅時間，繼續能夠帶動你嘅孩子一齊去到做多啲嘅義工活動，能夠做多啲分享喺説話、喺感情情緒方面，甚至喺物質方面，能夠咧學識去分享，變咗咧其實已經唔會再出現什麼自私嘅行為，咁讓到咧佢日後當成長嘅時間可以係貢獻更多，幫到人更多。所以多謝吳校長，多謝吳校長，唔該你。